跟住呢個動作咧係一個單邊嘅反向飛鳥動作，主要練我哋嘅後三角肌。調校好個位置之後咧，又埋喺我哋嘅胸部嘅位置起步。好啦，保持個手踭少少微曲，呼氣向橫伸展出去，吸氣慢慢翻埋嚟，去到中間嘅位置得㗎啦，揸手，呼氣，吸氣。留意個手踭都係微微向外嘅，唔好沉踭。上臂去到同個身成嘅直線就得㗎啦，唔需要過度向後伸。